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Chichi 啊，今日又帶大家睇靚盤啦。好多人裝修咧都會想咧有唔同嘅要求嘅，有啲人咧就想收納嘅空間大啲啦，有啲人咧就想多一間房。今日我哋嚟到西營盤去參觀一個33年樓齡嘅單位，業主講到明，淨係一個要求就係靚啦。我哋一齊睇下設計師點樣處理啊！呢個單位面積大約300尺，有2間房，由一對情侶買入做新居。裝修後，單位行業主最中意嘅日式風格。一入到屋呢，就係客飯廳，呢度呢大約100尺左右。由於呢原本嘅單位呢開則係5門歸心，就難啲放大型嘅家私，於是設計師呢就重新規劃個佈局。依家牆身油咗灰色藝術漆。最搶眼就係呢個客飯廳連餐台嘅地台啦，地台高16寸，下面提供咗唔少嘅收納空間。業主喺上面鋪咗榻榻米，再放幾個 cushion， 第時喺度睇電視一定好舒服啦。地台連接嘅半腰櫃，其中一對門向門口，可以用嚟放鞋添啊。上面亦加咗層板同埋吊櫃，提供額外嘅儲存空間。地台咧就連住張餐台嘅，但係食飯咧梗係挨住舒服啲啦，所以業主咧特登喺走廊放咗2張餐椅，下面呢個櫃咧仲可以擠嘢添㗎。話明係日式設計啊嘛，設計師喺窗口度用磨砂玻璃做咗一對仿和紙燙窗，靚得嚟咧又唔會影響採光喎。廚房喺客廳隔離，用咗木條趟門做分隔。呢度雖然麻雀雖小，但5臟俱全。曲尺型櫥櫃放到高身雪櫃、煮食爐、焗爐同洗衣機。上面嘅櫥櫃加入直條設計，視覺上拉高樓底。廁所出入口原本向廳，而家改經廚房出入，再用直紋玻璃趟門間開。呢度重新改造過洗手台同鏡櫃，亦有浴屏。座廁上面仲加咗個櫃，俾業主有多啲位放嘢。廁所同廚房嘅天花都用咗木紋鋁板，感覺統一又溫暖。睡房設計就比較簡單，牆身油咗白色，做咗地台床。照明方面，除咗天花射燈，仲有壁燈同床頭射燈。可能你會問，點解睡房會冇衣櫃嘅？咁其實呢，業主將其中一間房整咗做衣帽間連書房，為咗配合客廳掛電視嘅位置，門口依家連接睡房。衣帽間用咗較深色嘅木紋家私，其中一面牆做咗大型衣櫃，靠窗位置放咗書台，旁邊有個矮櫃，專門用嚟放文件。單位呢就睇完啦。而家咧到咗大家最期待嘅開估價錢環節。由於呢間屋咧係全屋翻新，而且咧有間隔嘅改動，裝修連家私用咗50萬，大家又覺得呢個日式改造靚唔靚呢？歡迎喺下面留言話俾我聽啦！想睇更多靚盤嘅話，記得 like 我哋 Facebook page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啦，咁就可以留意我哋最新嘅資訊啦。我哋下集再見啦，拜拜！